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休閒步行者頻道。今日帶大家去食一間超抵日料店，680蚊起就可以實現高級壽司自由。另外仲有獨家巨型手握活北極貝、雙款現開海膽、金槍魚、大拖羅等食材，平價食盡市面難揾嘅矜貴魚貨。中意食高質 omakase 嘅朋友就訂閱我個頻道，一齊去片 ，Let's go！今集介紹嘅餐廳就叫做之冠，係深圳少有嘅食 omakase 放題嘅日料餐廳。餐廳嘅裝修就係傳統嘅日式風格，分咗兩個唔同嘅區域，左邊專做壽司放題，右邊係和牛壽喜燒板前。店內有開放板前吧台，可以近距離睇師傅現握壽司，仲有幾間獨立細房，多人聚餐想私隱度高，一定要提前打電話預約。飯點人流爆滿，唔預約大概率要等位，用餐時長統一2個鐘，足夠慢慢試晒全部壽司款式。店入面就有2個套餐揀，有2個餐標，3個套餐。然後這邊的話，這是一個680的基礎款。那咱們吃完這一套之後呢，中間的壽司部分是不限量的，然後是到這個加餐卡上加壽司。這個加餐卡的話，都是2個小時之內也是不限量創加的，就是說這個是給咱們用來加餐在這裡。而980蚊嘅專享版，除咗可以任點任食15款嘅經典壽司之外，仲有一版精選壽司。精選壽司就有2種選擇，可以揀佢哋15款時令嘅限定壽司，又或者可以揀6罐巨型壽司。這邊的話是咱們的一個980的一個食材，就是6罐壽司帶一個塔可，10種食材。吃完之後呢，咱們是到這個加餐卡上加餐就可以了，15罐。就是體現的是一個江戶前的壽司風格，然後吃完之後呢，咱們也是到這個加餐卡加壽司。首先同大家分享下680蚊嘅自助放題，最啱一個人嚟食或者想慳少少嘅朋友，套餐入面呢就包含咗5道鮮腐，每款都有1罐，分別係和牛刺身配紅酒鵝肝、軟煮章魚、雞煮鮑魚配紫蘇鮑魚乾醬，仲有三文魚、奶酪無花果卷同銀身魚雞邊卷，全部係開胃前菜。師傅仲會逐樣講埋用料同食法。到前菜雞煮鮑魚搭配的一款紫蘇鮑魚乾醬，那屬於是1爆2吃的做法，沒有給山葵的，咱們可以多蘸點這個下面的醬汁吃就行。這邊是咱們的第2道前菜揉煮章魚，上面是一點點的山葵，還有點青柚來的。章魚呢是選的一個真章，這個頭呢是比較大的，而且有這個青柚的加持呢，味道是比較清爽的。這邊是咱們的第3道前菜，和牛刺身搭配的一個紅酒鵝肝，然後綠色的是一點芝麻菜，下面呢是高湯熬製的一款啫喱。這咱們吃的時候呢，可以稍微拿筷子給它拌一下，然後拌勻裹着下面的這個醋凍還有鵝肝碎一起吃就行，味道呢是比較清爽開胃的。2款雞邊卷，山葵旁邊呢是這個青花魚卷的一個小蔥薑片還有紫蘇。後面的話是三文魚捲的一點點的芝士奶酪和一個紅酒無花果的果肉，醬油呢已經刷好了，山葵咱們點在上面直接吃就行。除咗固定前菜，最正就係15款壽司，2個鐘隨意追加，唔限數量。平目魚、赤貝、昌魷魚、三文魚、小竹鴿、藍鰭金槍魚呢啲好味嘅貴價壽司，全部任點。湯物、時令、水果、冰淇淋、甜品全部唔限量，軟飲、啤酒都任飲。一個人過嚟想實現壽司自由，揀680蚊放題完全夠晒，性價比極高。如果多朋友一齊聚會，我就推介980蚊嘅套餐，任食自助之餘，仲可以揀成套巨型壽司同塔可。這邊就是第1罐是一個剝皮魚，然後上面是一個它自己的肝跟一點芝麻來的。那第2罐的話是北朝鮮的北極貝，上面綠色的是一點青柚，然後這邊的話呢是一個小竹夾，上面呢是一點點的這個蔥薑蓉來的，然後這邊是一個伊佐木，這罐是伊佐木，上面是紅色的是稻草煙燻的一點梅子醬，是為了平衡它的一個油脂感。然後這邊是新鮮的鰲蝦，上面是千島湖的魚子醬，金槍魚的大腹，屬於是金槍魚下巴快靠近下巴的一個雙降的位置。對，後面就是咱們的一個塔可。對，塔可的話是上面是大連的馬糞膽、俄羅斯松葉蟹、西班牙的金槍魚和俄羅斯甜蝦、千島湖的魚子醬，這個山葵醬油都已經給好了，咱們直接吃就行。
塔可成個尺寸比手掌仲要大，喺出邊單點一個都要400-500蚊，好幾種高級食材堆滿晒，由左到右分層鋪，金黃飽滿大海膽、綿密松葉蟹、魚泥、和牛刺身、俄羅斯甜蝦，表面鋪滿千島湖魚子，底層脆紫菜承托，睇得又食得。甜蝦部分，蝦肉彈牙清甜，松葉蟹魚泥有少少鬆軟，蟹鮮味十足，和牛嘅奶香好有層次，雙重海膽嘅結合比普通黃海膽嘅味道更加濃郁，入口即化，好似奶油咁鮮甜，魚子咬開爆汁，層層唔同鮮味疊埋一齊，相當滿足。跟住仲有巨型伊佐木拎上手，成個手掌咁大，同旁邊常規細壽司一對比 ，size 差3倍。好多人會擔心巨型壽司米飯太多，食幾嚿就飽，呢度完全唔使驚。師傅特意控制米飯份量，第一啖根本食唔到醋飯，淨係食到厚切嘅魚肉。呢件呢就係巨型小竹甲，小竹甲銀魚皮光澤好靚，魚肉細嫩帶淡淡油香，搭配葱泥去腥，味道平衡得啱啱好。新鮮活北寄貝巨型壽司，咬落爽脆彈牙，自帶貝殼天然嘅甜，海水鮮味好突出。巨型鰲蝦壽司，大蝦成隻做成壽司，蝦肉緊實彈牙，自帶天然蝦甜。剝皮魚巨型壽司，塊魚大到遮晒成個醋飯，魚肉滑嫩，仲鋪咗一層厚魚乾，成口都係海水嘅鮮甜，魚乾綿到好似奶油咁，搭配酸醋飯，層次感真係好正。金槍魚大腹巨型壽司，粉紅色嘅肉帶住滿滿嘅雪花油光，食落去個魚肉好軟滑，每一啖都有滿滿嘅魚油香。食完自助壽司唔夠滿足嘅，仲可以去試下佢哋嘅和牛壽喜燒。整間之棍 Omakase 食材全部活鮮現開，活北極貝，當日海膽，仲有每日新鮮魚貨，師傅服務細緻，會主動調整口味，講解食材。環境有吧台，有獨立包房，無論單人、情侶、多人聚會都適合。過關想食高質日料，嚟呢度實唔會錯。再同大家分享下前往路線，店鋪最近嘅地鐵站就係橋城東站 A 出口，行過嚟大概需要16分鐘，步行路程係比較遠嘅，就推薦大家打車過嚟，可以揀深圳灣口岸出發，直接 call 車過嚟，10幾20零蚊車資，12分鐘直達恒邦置地大廈門口。如果係福田口岸出發，打車一樣係12分鐘車程，20幾蚊搞掂，落車位置一樣。落車就見隔離有間麥當勞，旁邊商業電梯直上2樓，一出電梯轉左手邊就見之冠 Omakase。睇到呢度嘅老友，記得幫我點讚分享，留言話你最想試邊款巨型壽司，下期帶大家去探索更多深圳美食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